佢今日做功課，呢度有少少粒粒添。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、5、換顏色，黃色。睇唔睇到啊？睇到。睇到。2、3、4。有幾多個啊？4。跟住橙色未有。剪多啲頭。2，咁邊度爸比㗎？我粉紅型啊，凸起嘅呢度。1、2、3。拜拜，記得訂我呢個頻道啦，同埋有其他影仔㗎啦，拜拜。